副总统萧美琴昨日依然参加活动，当地接交通管制。一个24岁姓林的警察咧控制青红灯的时阵，说是去互一只黑色的厢仔车弄到，伤势真严重。 桂林警员的女朋友特别院着急赶台，手一直喘，因为警员初五暗伫头城清云路就现副总统萧美琴着紧勤务的时，伫路口控制后期刷去互一台黑色厢仔车弄到，受伤严重，正大腿骨头支气。经过杨内病院3点钟手术了后，状况稳定，转去北营就医。副总统萧美琴初六早起出席台南大学附小130周年校庆时，对受伤的警员表达不甘，希望早日康复。家人发生事故。 这种情绪跟难过，我们都非常的不舍。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安心疗养，顺利康复。大溪分局长吴正桥初六早起说明情况，各个后田分局的气氛更加是加起压，因为警察3个短期毕业的下姓林警员，到警察才4年，平常甲同事斗阵和谐，工作认真积极，要协助找无路的长者，登上警方好人好事班面，也主动向分局长请托，调去勤务无用的大溪派出所，就是为着要赶紧累积分数，调回新北家乡。 那比如说深夜寝啊，我们买宵夜回来，他问大家，需不需要一起他会带回来这样子。那所以大家基本上跟他都相处的还都非常的好。这件意外也引起家属质疑，安怎伊初五迄日明明是休假，也红白勤务。偌济人做偌济代志就好嘛，一定大家叫阮这休困。分局各项重大勤务、重要勤务均会依警力需求弹性调整人力配置，予以调整轮休。 相关做法属勤务调整，不会影响同仁休假权益。警方表示，因为代志发生的迄日，有副总统特勤甲温泉贵勤务，拄到重大勤务时，已经着需求调整人力配置，袂影响同仁休假权益。另外，这数的姓齐查某人，是讲平常时也有慢性疾病甲爱困的情况。警方初步检判，亲就是驾驶精神不好，才会出代志。专案以过失伫东上海甲红海公布罪嫌上班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